今日啲九肚魚好新鮮啊，買咗幾條，加上韭菜、蝦米嚟到煮粉絲。九肚魚洗乾淨之後，用少少薑絲、胡椒粉、糖、豉油同埋燒酒醃一醃佢，將啲韭菜炒1分鐘左右，稍為軟身啦，就可以出鍋備用。跟住就煎一煎啲九肚魚，兩邊都煎到白色啦。將啲九肚魚攞咗出嚟先，留返啲汁喺個鑊裏邊，加入蒜片，煎香一下就加入蝦米同埋浸泡嘅水。我想好味啲，所以喺雪櫃裏邊攞出一塊之前煎好嘅蝦湯。等塊蝦湯煮溶咗啦，就加入啲粉絲，將啲粉絲浸泡晒喺啲湯裏邊之後，冚上個蓋煮佢一陣間，煮到軟身就用少少糖、鹽、生抽同埋老抽嚟到調味，跟住就將煎過嘅九肚魚回鑊，加上一啲胡椒粉，冚上個蓋煮佢1-2分鐘，最後加上一紮蔥花，再將啲韭菜回鑊，稍微翻炒一下，咁就可以出鍋噶啦。加咗蝦米同埋蝦湯嘅九肚魚粉絲，特別鮮味噶。